嗰晚喺三藩市國際機場好黑，4架客機排好隊準備起飛。突然佢哋發現有另一架飛機好快咁飛埋嚟，想喺佢哋個方向降落。嗰架入境航班已經向塔台申請降落許可，而且獲得批准。一開始等緊嘅4架機師以為只係誤會啫，可能嗰架降落嘅飛機會去隔離條冇機用嘅跑道降落。但係事情冇如預期發展，嗰架降落嘅飛機冇轉彎，直接撞咗落喺跑道上等緊嘅4架機。想知之後發生咩事？記得睇到最後。呢件令人震驚嘅事件係唔耐之前發生嘅。2017年7月7號，加拿大航空759航班從多倫多皮爾遜國際機場起飛，載有135名乘客同5名機組人員。呢班係例行航班，預計5個半鐘之後喺三藩市國際機場降落。2位機師經驗豐富，之前多次喺三藩市降落過，但今日唔會係普通嘅一日。接住發生嘅事會成為航空業嘅警鐘。航程本身好順利，當加拿大航空759航班接近三藩市時，機師開始準備降落，佢哋等候塔台嘅降落許可。同你講，三藩市機場總共有4條跑道，但係一次只可以用其中2條。當風由南面吹嚟嗰陣，嗰2條特定跑道會用嚟起飛同降落。如果風從西邊吹嚟，就會改用另一組跑道。眾所周知，飛機起飛同降落時總係要逆風。嗰日風係由西邊吹嚟嘅，呢個意思係飛行員要用迎風嘅跑道降落。咁就剩低2個選擇：28左跑道同28右跑道。到而家為止，一切睇落都好正常，但係情況就快要變差。28左跑道因為維修關閉，而且燈全部熄咗，控制塔批准加航759喺28右跑道降落。2位機師以前喺呢度降落過好多次，這就是空管 ATC， 期望他們識別2組平行跑道燈，並對準28號右跑道的原因。但那正是第一次錯誤發生的地方。在這些跑道的兩側，各有2條綠色燈光的滑行道。飛機在登機後使用這些滑行道到達跑道，但在夜晚的黑暗中，加拿大航空759號航班的飛行員把綠色滑行道燈誤認為是28號右跑道。那28號右跑道的實際燈光呢？他們以為那是28號左跑道，但飛行員們不知道真正的危險仍在前方。4架滿載的飛機正等着在同一條滑行道上起飛，3架屬於美聯航，1架屬於菲律賓航空。總共，他們運載了超過1000名乘客，燃油箱也滿了。28號右跑道和滑行道之間的間隙是多少？只有100米。當加拿大航空759號航班對準滑行道時，遠處的塔台幾乎無法判斷飛機實際降落的位置，所以這裡有一個大問題。如果為了維護關閉跑道是完全正常的，為什麼加拿大航空759航班的飛行員沒有被告知？如果他們知道，所有這些混亂本來都不會發生。28右跑道的關閉實際上已在 NOTAM 中列出，這是航空任務通知的縮寫。這份文件包含了飛行員從起飛到降落需要知道的所有信息，但問題是，在這些通知中很難發現真正重要的內容。這就是飛行員錯過28右跑道關閉通知的原因。嗰個就係佢哋第2個重大錯誤。加航759航班好快咁接近咗睇落好似跑道嘅地方，但其實係滑行道。航空管制俾咗綠燈，允許佢哋用目視進場降落，即係話機師要靠肉眼揾跑道，手動調校飛機降落。一般嚟講，天氣清晰先至會允許目視降落。不過歷史上有唔少案例，機師目視進場判斷錯誤，結果完全降落錯地方。所以大多數機師即使係目視降落，都會跟住儀表導航系統，佢幫助機師確認自己係咪對準咗正確嘅跑道。要啟動佢，你要輸入跑道號碼。不過而家大部分現代飛機都會自動開啟儀表導航系統，因為這是空中巴士 A320，所以導航系統需要手動啟動。但係因為某啲未知原因，機師冇咁做，而嗰個就係佢哋嘅第3個重大錯誤。但係點解機師會一個接一個咁犯錯呢？講真，對佢哋2個嚟講，真係好緊張嘅一日。當時已經係夜晚11點45分，佢哋已經19個鐘冇休息。
佢哋兩個都係加拿大機師。當時加拿大嘅疲勞規定比美國更嚴格。我哋已經指出咗加拿大航空759班機機師犯下嘅3個重大錯誤。不過等一等，嗰4架等緊嘅飛機嘅機師當時做緊乜嘢？佢哋明明見到加航向住滑行道而唔係跑道行，但係冇人提醒控制塔。咁樣嘅事，大家都知道喺三藩市機場做目視進近時，飛機要稍為向右飄。如果佢哋飛得太貼28R跑道，就會飛到 Foster City 上面。為咗避免城市上面嘅噪音污染，機師通常會喺落地之前重新對準跑道。所以對嗰4個機師嚟講，呢個一點都唔出奇。就係因為咁，所以冇人同塔台講一句粵話。但係當加拿大航空嘅噴射機危險咁接近又冇對準28R嗰陣，菲律賓航空嘅機師就開咗降落燈嚟警告。咁樣做嘅意思就係等任何接近嘅飛機都容易燃到已經企咗喺度嘅4架飛機。與此同時，加拿大航空759嘅機師留意到滑行道上面有啲燈光，但係佢哋以為嗰啲燈係嚟自28R跑道。當2位機師突然覺得有啲唔對勁嗰陣，佢哋即時向塔台發出緊急無線電呼叫，控制塔即刻回應28R冇人，完全清楚，你可以降落。但恐怖嘅係，連控制塔都唔知飛行員唔係向28R去，而係飛去滑行道。一般情況下，會有第2個管制員監察跑道交通，但因為嗰晚航班好少，所以淨係得1個管制員負責成個運作。好彩，等緊嘅機師無意中聽到加拿大航空同控制塔嘅對話，就算係佢哋都唔明點解加拿大航空冇對準跑道，明明好近，而家只剩幾秒鐘。其中1個等緊嘅機師簡直見到死亡直衝住佢，佢好肯定加航將滑行道當咗跑道。聯合航空嗰個機師冇等，冇時間等批文，佢即刻無線電聯絡塔台。之後塔台即刻同加航講，即刻復飛。加航收到訊息嗰陣，已經喺隊伍第3架機上面幾尺。好彩759航班機師反應快，將飛機拉返去安全高度，只差1秒。你而家睇到嘅可能係航空史上最嚴重嘅災難。泊喺嗰度嘅飛機有超過1000個乘客。加航機上有135人，每一架飛機都加滿咗油。如果真係發生空難，後果幾乎無法控制。事件發生之後，展開咗全面調查。調查顯示，加拿大航空759號航班嘅機師有責任，因為佢哋冇啟動儀表導航系統，亦冇睇飛行通告。作為回應，美國國家運輸安全委員會為三藩市機場制定咗新規定，每當跑道關閉，就唔再允許目視降落。另外，即使係非繁忙時間，而家都必須有地面交通管制員。希望你真係中意呢條關於奇妙事實嘅片。如果你中意，唔好忘記俾個讚，仲要分享俾朋友。請喺下面留言話俾我哋知你嘅睇法。想睇更多咁精彩嘅片，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。